佛菩萨保佑，咱家新置办的那片地正好把着河湾，河水流得不急不缓，灌溉起来方便得很。等到旱季河水一退，能刷出好大片湿地来。到时候，甭说是种棉花还是种西瓜，都是老天爷白给的便宜。那是啊，夫人吉人自有天相。前几日，夫君一时糊涂，说的那些混蛋话，夫人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早忘干净了。其实也是妾身不好，以后遇到事情，妾身一定第一个跟夫君商量，再也不敢独断专行了。啊，不提了，夫妻吵架就是这样，床头吵架床尾和，就让那些破事烂在肚子里吧。小侯爷，你怎么不摇铃呢？刚在前院跟管家赢个照面，就自己进来了。夫妻俩聊什么呢？公主上座。公主来的正好，我正跟夫人聊那个丰和新庄子的事儿呢。前几日本宫还去看过，王夫人果然好眼光，挑了块临河的宝地。本宫呀，恨不得拿那1000亩水田换你这600亩旱田。哎，公主免谈，就算是我家夫人答应，我也不能答应。瞧把你吓的，本宫才不夺人所好，今日来是给你们报喜的。你们王家丰和的田产正式被划为棉花实验地，朝廷啊按季拨款拨粮，还发了好些大牲口。朝廷真够意思呀！对了，回头你记着给你留守的佃户统一登记造册。那能不能连那个河滩也算在耕地里一块报上去啊？能，怎不能啊？连那河里的鸭子也算成佃户统一报上去，岂不更好？哎，好，那还不是公主一句话的事儿。到时候事成之后，牲口分你一半。做梦的吧你！王夫人，你可真是要好好管教管教子豪了。如此这般贪得无厌，以后还了得啊！管，好好管教夫君这臭毛病。哎呀，这今日真是金风送喜来，好事成双开呀！哎，夫君，要不咱们设宴，好好款待公主一番。啊，好啊，夫人美意。今天就由我亲自下厨房安排啊。那你们先聊着。啊。来点什么呢？就来个炸丸子、炸酥肉、炸麻花、炸麻叶、软炸里脊、软炸鸡、软炸排骨。哎，小侯爷，这全是炸的，会不会太腻了呀？说的倒也是啊，那咱们就换换。栓子，你重新记，换成黄焖鸡、条子肉、炝芦笋、水晶肘子、酱羊肉、糖溜地瓜、糖溜山药、蒸羊羔、蒸鹿尾、蒸熊掌。哎，小侯爷，这后边这3样材料，府上真没有。也是，我都没见过。要不然这3样再换换，我想想。小侯爷，这已经够多了，哪能吃得完？吃不了兜着走。今天咱们就要实行3光政策，吃光、喝光、拿光，肥瘦不留。那您接着说。哎呀，你弄得我都没灵感了。算了，就先做这些吧。那我再给您念一遍啊：黄焖鸡、条子肉、炝芦笋、水晶肘子、酱。别念了，别念了，你们赶紧忙活吧。今天你们要好好做，用点心，做好了大大的有赏。是。你不刮胡子，干多少活也白干啊！算学这个东西呢，一是要思路清晰，二就是要对自己有信心。话说，在遥远的犹太国，有一个叫爱因斯坦的老头，就是因为对自己非常有信心，以至于他连穿梭太虚的公式都算得有模有样。啊？如何才能穿梭太虚啊？快给本宫讲讲。为师要是知道，还至于用这种被车撞死的方式来到大唐吗？你被车撞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没有，也就是打个比方，就好比说，人要是不学无术的话，就好像被车撞成了废人一样。所以你呀，要孜孜不倦的学习，每
免得以后变成个废人。你才是个废人呢！本宫不想听你胡说八道了，这会儿饿了，也累了，需要跟你玩一会儿。玩啥呀？饭菜说话还不行啊？今天保准让你大饱口福。做了什么好吃的招待本宫啊？一天就知道吃了，早晚吃成水桶腰。我给你那减肥茶还喝着呢吗？喝着呢，渴了就喝，都瘦得皮包骨头了。你可拉倒吧，你个易胖体质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你嘴里也吐不出来。我吐你一脸，我吐你一身。你吐啊！没吐着。你吃的什么？啊，没啥，你不懂，给我也尝尝。这是小蝶给我的，是定情信，啥稀罕玩意儿？这叫桂花糖。这有啥新鲜？爱吃都给你。这是哪儿来的？哪儿来的？小蝶给的。王子豪，你要饿死本宫啊！你急什么呀？慢工出细活，你等等嘛。哦，对了，过几天你找个时间到南林院去看看。这过了8月以后，棉花就该开了，本宫还等着你织布呢。大姐，6月份还没过完呢。再说8月份我疯了，大伏天我跑那看花骨朵去。你以为你不是疯子啊？现在所有人都认为你是个地地道道的疯子。那还不是被你哥给逼的。哎，你说到织布啊，我最近还真做了一些研究。你画的这是什么？这是纺车，是专门织布用的。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这一定不是我大唐的东西。当然不是大唐的东西，倒是跟汉代的碎车有点像，应该算是碎车的升级版吧。总之呢，有了这个东西，我就能用棉花纺出布来。哎，没戏。那你就赶快做一个呗。就说说而已，你还真当真了？公主，小侯爷，饭好了。啊，好了，走啊！你饿，你先走，你先走。走啊！怎么样？大家对这菜还满意吧？啊，满意，非常满意。这在宫里都没吃过这么多花样。今日啊，还真是开了眼界，夫君好本事。嗨，怎么是我的本事呢？啊，我就是安排了一下，策划了一下。真要说本事啊，还是咱们府上那些做饭的有本事。爹夫，干脆就由你来张罗膳食，要不然我给你打下手。你可拉倒吧！要天天这么吃，没2年就得把家里边吃光了。这有虫啊！哎呀，这傻丫头，这个叫冬虫夏草，是滋补良药。哎呀，可贵着呢。这还是上次公主跟我还有老四咱们一块儿去跟那个吐蕃商人换的。那人叫什么来着？拉旺毛赞。啊，对，拉什么毛蛋？是什么人啊？好像听夫君提起来过。岂止是听过呀？你最近吃的那些补品都是从人家那儿换的。真的啊？怪不得觉得最近气色好了很多。那夫君赶明跟他再多换些吧，咱多备着点。我倒是还想换呢，可是人家上次走了之后，就一直都没再回来。这怕是以后更不会来了。什么意思？还记得去年你说的那种叫白鹰的鸟吗？啊，那吐蕃的种地神鸟。本宫派人去打探过了，这种鸟确实是靠吃青稞地里的虫子为生。
你该不会还惦记着收购人家鸟嘴的事儿吧？这么阴损缺德的招数，本宫岂能忘？不过就是不知道这办法可不可行。就算没有了青稞，他们照样可以吃牛羊肉为生啊。老吃肉哪行啊？你看哪个人老吃肉啊？天天吃肉，那天天吃肉，就算人受得了，牛羊也受不了啊！哎，上次我就是跟你说着玩的，你还真当真。好了好了，不提了啊！快，先趁热把菜吃了啊！来，公主，来，吃这个。夫人自己夹啊！来，公主。二林，那个虫子真能吃，吃吧，我都尝尝。吃了。老夫认为啊，趁着突厥内乱，现在下手正是时候。哎，吐蕃那帮厮啊，肯定会钻空子，弄不好我们的吐谷浑就不保了。等他内乱平息了，到时候下手可就晚了。哎，不急，静观其变。肥肉吧，多炖一会儿才有味道。哎呀，真是啊！子豪，快过来！都在呢，没打扰你们吧？拿的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一些鸡蛋，还有几瓶酒花玉露，外面还有一坛上好的成王老白干。好啊！子豪啊，还是孝顺的啊，拿过去。不像我们家这些孩子啊，都是白眼狼啊。子豪啊，你来的正好，说说看，对于突厥是打还是不打？哎，别，我是小辈，我是来学习的，哪敢班门弄斧啊？哎呀，你谦虚什么呀？怎么想就怎么说。那爷爷您怎么想的？我觉得应该打。那就打呀，那狠狠的打。打也得有个章程啊。说说怎么打法？这样，咱们做个比方啊，子豪啊，你是吐蕃，程初呢，你是突厥，老李啊，你是吐谷浑，我跟老梁呢是大唐啊，解释一下。这个突厥虽然内乱，可是他战力仍然强盛。哎，如果吐谷浑能多坚持半年，我军攻下西突厥，回头驰援，或许能在平原上全歼吐蕃的精锐。还没拿下西突厥，先盯到一个吐谷浑，那怎么能成呢？怎么回事？一厢情愿，我们先定，是不是？吐谷浑是我们一定要。我参与了一起屠杀，一起敌我不分的屠杀。庄子上那些淳朴的农户，当时是我亲自送他们去的军队，可我却在后方安逸地看着他们被摆上沙盘，再一个个的被拿掉。每一面旗子都是包括秦玉在内的数千关中子弟。夫君，起来吃点东西吧。夫君这是怎么了？回来就一句话不说，怕是有什么心事。夫君，你有什么不痛快，刚让你说说。殿下，这边请。这边。钱管家，您去忙吧，我自己过去就行了。好，公主请。哎呀，你们家今日这么安静，人都哪儿去了？你夫人出去了吗？不睡了。睡了？这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啊？昨晚我犯病来着，他们一直看着我，困了呗。你犯什么病了？这是？我要不要把御医叫来？心病，华佗来了也没用。谁招惹你了？没人招惹，庸人自扰呗。你别阴阳怪气的了，本宫又没惹你，快点说，到底怎么了？昨天我去程老爷子家了，结果如何？老将们开疆拓土是根除边患，为数不多的反对派是为我大唐的长治久安。将士们奋战沙场是尽忠尽职，
就连吐蕃趁火打劫也算是实力所迫。我一个无名小辈何德何能啊？就算我发明了个沙盘，出了几个唯恐天下不乱的鬼点子，我就能舔着脸去干涉天下了？可这若不是你的贡献，我大唐岂能连连告捷，无往不利？子豪何须如此啊？贡献，这也算贡献。尸横遍野，皆因战乱而起，且不论胜负，千万条生命早已命丧黄泉。人间之根本贵在于和，大小尊卑，父听从属，本应顺应天理，不能强求。如若没有我发明的这个沙盘，又怎会平添那么多生灵涂炭呢？我压根儿就不想出人头地，更不想征服或者统治任何人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倒希望帮助他们：新罗人、突厥人、吐蕃人、高丽人。我们本应该依靠着彼此的幸福而生活，而不是依靠着彼此的憎恨，依靠着彼此的悲惨和轻视。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太多的生存空间了，我们完全可以自由的、美好的活下去，但是我们恰恰却失去了那种方式。是贪婪毒害了人的灵魂，仇恨隔离了世界，而我恰恰成了帮凶。我的那些发明给人们带来了财富，同时也勾起了他们的欲望。我的那些才能和才学让人们变得见利忘义、冷酷无情。相比富裕，我们更需要的是人性；相比国土，我们更需要的是爱。如果生活里没有了这些，那么生活将充斥着暴力，所有人都将会迷失。子豪这席话真是令本宫如饮醍醐。说实话，我也不想打仗，可这事儿还要皇兄定夺。眼下军方主战心切，这个事情皇上也要衡量一下。皇上迟迟不下命令，是还想拖延一下吧？这我可不清楚。军心难测，可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削弱吐蕃和突厥的实力。你那个收购鸟嘴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了。如果反着想的话，能够不战而胜，总比拼得你死我活的强。你也算是功德一件了。事已至此，我也无力回天了。我现在只盼望着将士们能平平安安的回来，至少能让秦玉平平安安的回来。好了，这话都说开了，你也就别半死不活的了。天下之事自有定数，岂是人力所能为之？这说了半天话，都饿了。剩饭还有一点儿，我叫人去给你热热吧。啊，你等着。捣鼓什么呢？夫君，看好不好看？色泽不错，款式也不错，哪儿弄的？大食国来了几个耍把式的，被邀请到西苑去献艺。兰陵公主啊，特意差人来邀请咱们同去观赏。可惜夫君一大早就去庄上忙活了，妾身就只好带着二女去了。哦，别说，那几个胡子还挺逗的，这临走的时候还送一大杯子。哦，这我在庄子上累得腰酸背疼的，你们俩倒挺会享清闲啊。夫君莫气嘛，妾身只不过是不想拂了公主的美意罢了。哎，算了，不去也罢，反正无非也是些马戏团的鬼把戏。哎，挺有意思的。那些人大老远跑过来，又是表演节目，又是送杯子的，这没辛劳也有苦劳嘛。看，多好看！你看，是不错。夫人，你早说你喜欢这个，我跟程初打个招呼啊。他们家商队那么多，从域外带一些回来，以后就拿这个装葡萄酒，喝高了就作诗，多美啊！哎呀，还是算了吧，咱家现在手头紧，等过阵子再说吧。
给你玩。谢谢夫人。有什么好稀罕的？都是破沙子烧的。以前我也会烧，现在我都忘了，还挺可惜的。哎，不可惜不可惜，忘了最好。就是想起来啊，咱也不烧。今天妾身听公主说啊，胡子那边居然有为了这个东西灭国的啊，多可怕呀！说到底还不都是银子给闹的。咱要是会做这个呀，指不定惹出多大的是非，到时候想过个安宁日子都难了。对对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。哎，对了，这2天天冷了，那蛆跟鸡都怕冻，我想给他们盘个火炕。哦，对对对，这倒是个正事儿。妾身啊，明天就差人去弄。对了，夫君，前阵子天气热，咱家那些鸡蛋啊都成灾了，就是放到地窖里也都是个坏。咱家又抹不开脸拿到街上去卖，这实在不行啊，还是得让我娘家人想办法把这些鸡蛋都给它倒腾出去。夫人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呢？那你还能上街上卖臭鸡蛋去啊？二女，你可别跟夫人学坏了啊！来来，我这肩膀酸得很啊，给我揉揉肩，咱们进屋去。啊，走吧。那妾身去备饭，好了叫你们。你可别加臭鸡蛋啊！讨厌。哎呀，鸡蛋呐，鸡蛋怎么办呢？哎，对了，小时候往鸡蛋外边刷上一层石灰，那鸡蛋就能保存2、3个月都不坏。石灰可以啊。君，你嘟囔什么呢？石灰是什么呀？跟你说了，你也不懂。饿了吧？饭菜马上就好了。哎，夫人，我跟你说，我想到办法保存鸡蛋了，明天肯定能搞定。真的？我就知道，什么都难不住夫君。那是，我可是大唐的哆啦 A 梦啊。哆啦 A 梦是什么呀？就是我做了一个梦。那夫君快说说，里面有妾身没有？有你，有二女，还有老四。哎，老四去哪儿了？你看见没？坏了，我的蛐蛐儿！这样有了战争利器，就动了开疆拓土的心思，居然想灭掉突厥。子豪跟他们推演之后，发现战争胜利的结果居然是我大唐几十万官兵的性命，顿时自责万千。下一集，王子豪又将给大唐呈现一件新事物，会是什么呢？